老屋废话个利用喺台湾更加去实现咯。因多年来，后生文创工作者落来老屋，提过有历史性质嘅空间地度加入创意。大家也看到嘅老屋其实是得有几多嘅利用方式，几大嘅价值。也上礼拜我哋会带大家去到台北太和堂、古都台南也到地区来了解老屋废话嘅风潮，特别就风潮带起嘅文创新移民。还会讨论按多年来做嘅，又有人质疑讲同老屋总啊提商业化嘅问题。也礼拜呢，我先带大家来看啊，也2年来又因为有法律的台北太和堂。南北太和堂係台灣清代嘅南北貨漢藥部位批發中心，韓國創造台北茶心嘅13體，也係台灣文化運動帶頭嘅蔣渭水人嘅基地哦。美術、音樂、文學、電影如果有發展，裏面談論城市產業轉變呢，都冇台北安鬧熱的。不過有2-3年來，文創業者來到太和堂老屋。老街坊呢，可以書店、茶館、咖啡堂、創意小店嘅，也到新形態嘅店嘅。新嘅同舊嘅文化融合向下，將來許多後生人同外國觀光客去嘅，太和堂又再個快樂起來嘅。各種各樣嘅布料都有，無論係做衫褲，也係陸下鋪擺為用途嘅，提供落布業商場添咗知名度。對日本書嘅其實，也只係處喺台灣最大嘅布料批發中心。見到嘅過年過節前，所鋪辦嘅外賣香菇、糯米、蝦米也都南北走貨，添咗歸來貼花嘅。貼花嘅係熱等台北為等熱菜太和堂風貌嘅街路，而且係台北重要嘅南北貨、茶心、漢藥材、屯布皮嘅13中心。太和堂會發展到商業案繁榮嘅中心，係競爭佢嘅交通利便。淡水好，交通嘅方便。按天點呢，劉銘川做鐵路嘅些個火車頭是出了太和堂，按呢頭擺日本時代以前啊，對台北的叉橋只有台北橋改到縱貫公路就接起來，所以呢，兩大的所有的貨物還有人潮全部兩大聚集，開放台灣淡水為通商口岸，以後樣辦呢？外國的央行帶來乜嘅資金，帶來市場，帶來知識，了解嘅商業嘅技能就起來。因為有了商業技能，全台灣啊有知識嘅男人是來了太和堂發展。1851年起嘅林豐老屋係貼花街最老嘅建築，雖然長高，插件嘅格局還係保持本單嘅樣嘅。現在在的位置這裡就是1進跟2進中間的一個天井。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主要就是為了要通風跟採光用。戰後過後，林屋後退子孫結天特產嘅開放2年，唔是前本人來參觀，為他講認識太和堂安層落嘅屋嘅。這個蓋好了，花了2200萬蓋好了，看了半天，看了2天，也沒什麼好看呢。但是不如借這個機會就開放。本來這個技術祖先這個小愛化為供社會大眾來參觀的大愛。2年前，林豐人屯鐵崗標本茶館做生意，個有60年嘅建築，並係清朝屯日本數位嘅茶心，韓國民國初年老式嘅文物，看得出來太和堂頭擺茶心生意嘅工藝有一好誒。那你講到大稻埕，就要講到茶。那你看到我那邊有外銷的茶，還有日據時代，那甚至更早的清朝都有。那你從頭到尾就有一個台灣茶的那個縮影，就在這邊可以看到。剛好配合這個大稻埕這個整個商圈，因為有東西就有故事，那你就開始，可以一直給他講下去。以下老街區60米開店嘅茶館唔係頭一間。
3年前，时代文化創業群就喺太和堂開始用老屋嘅來發展新時代嘅商業。票嘅台灣第一間洗浴房屈臣氏太浴房，經營做複合式嘅文化街屋，改變一般人熟悉嘅鐵花街印象。等一下沖起來會有一點點烏龍茶的香氣，是阿里山上面的咖啡，是台灣高海拔的咖啡產區。二樓係精品咖啡館，而最有名嘅就係伊等一家破嘢咖啡豆。千多人客對國體談到名聲等等來，就係愛飲到頭家泡嘅嘅複合咖啡。皮克服嘅老式嘅樣式，店鋪嘅布擺未特別用老式嘅竹凳壓掉，頭家如國客服，希望做得留下呀百年老屋嘅歷史。我們房子的房東啊，他們在這邊住了4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設定了一個主題叫做家族記憶。那家族記憶就是我們去設想我們的房東在這邊，他生活了四個世代在這邊。那我就我的自己的記憶的範圍內，我就收集到大概就是台灣早期一些家庭裡面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後你可以看到有圓桌，有這個餐椅這樣子，都是老件哦，所以要對它溫柔一點。對，就是坐上去不要搖來搖去，這樣，因為它會壞掉。我常常在修椅子。一樓由不會作為創意商品，同台灣嘅記憶變做新嘅創作元素，做出印花製品、老屋鐵窗嘅門嘅樣式，做出樹皮台嘅紅嘅印花，為同鐵花街傳統嘅布匹批發有個新嘅表現。獨立書店嘅咖啡行評論台灣文學、社會思潮、特別是上世史也有相關題材嘅書，就係要表現出太和堂嘅百年文化風景。從書店鴉片，因為太和堂鴉片，大家可能都懂到嘅南北貨，還有婚友，因為變出一個書店，大家可能會一開始乍看會覺得很奇怪。不過其實喺1920年代嗰陣時，做嘅面思想，還有東西文化交流，係動盛行嘅。嗰時候鴉片會有懂到嘅知識分子嚟到鴉片，佢哋就會帶入很多東西方文化交流。喺南北貨漢藥材也有傳統店嘅安道嘅鐵花街，開場無強用形式、無強用人客嘅店嘅，條下馬隔壁連沙路上愛看咯，做為出用嘅夜生意，還有人吃到聽說做冇生意。我們一開始來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很質疑，因為我們3年前來的嘛，快4年了。那個時候這邊是只有南北貨而已，是沒有像我們這樣子比較新的複合式的，有文創商店，有咖啡館，上面還有一展覽空間，這樣子的東西在這邊是沒有的。本地人都在看，他們會站遠遠的看你，然後看你到底是想要幹什麼，然後偶爾會進來打探一下。那到現在變成我們已經幾乎成為迪化街的客廳了，這樣子就是都是本地人下午會來，然後到晚上我們休息的時候，就是都是本地的人在這邊。也時代文化創業群喺太和堂已經有3棟文化街屋，第2棟係個有老市面有3間暗層嘅老屋，前2間買個有台灣特色嘅陶藝品，個數後生人外國觀光客嘅蹤跡。第3間係咖啡小酒館，老屋本單嘅天井都含流燈，含中嘅各種花草，環境看起來還夠清幽。因為來到鴉片，就係希望用一種同傳統老屋嘅方式來到鴉片經營一個文化街屋，會同保留佢，會同傳統也本單老屋有嘅性格，唔會凊彩去改變，點都係去做強化、強化它。對像亞種當重嘅街屋來講，亞種嘅天井佢會有像光線、採光係清好嘅，還有保留天井，因為佢對上最上面是有流通的，故說你保留下來，都會本鴉片嘅空氣變得更好。行到2樓皮到茶香，老屋係點清嘅茶館，風格也唔係做清就按老市面，係無強用時代、無強用風格嘅觸感硬貨。中國式、西洋式都有，看得出台灣100年來嘅變化。100年來，台灣一等了解茶性嘅茶商就喺太和堂，
茶馆都提供嘅茶芯，唔是講天錯嘅講究，本土嘅東方茶都係也到老茶行嘅師傅調托嘅。像俺用嘅茶米，就是同呀福建嘅百年茶行來買茶米，來自家來泡本年好食。還有俺像會有嘅鹹酸甜本年好食。鴉片就是呀福建嘅店咪同其他度買，就是希望同菜體有很較強嘅關聯性。為到配合菜天人嘅成分，也到文創店嘅生意，單單搶做到晏晡頭7點無少8點。屯台北市中心也時節，當係該鬧熱、該多年嘅前期全無共用。因為呀附近都係帶多年帶啲鴉片機密，我說人做生意唔會到一暗，就係希望講同鴉片嘅機密共下來協困，唔好暗暗嘅喊暗炒。因為從茶館啊，還有酒館、小酒館、咖啡店，都會有一個營養嘅時間，就係不要打擾到這裡當地的居民。我們用一種合作生活的模式來到這邊。一群後生嘅打造文化節目，百年大和堂有為新內容嘅，睇法嘅開始有一股文創嘅新發力。就連普鹽太好文創內嘅學生嘅，都看到亞隻嘅安有文化內涵，來亞隻嘅攀並入站。沒有文化，我們要怎麼去有創意？那就是非常空心的東西了。那怎麼樣去落實到文創這個東西？那必定就是我們的文化歷史。那大稻埕這地方真的是非常豐厚的文化歷史背景。乾香菇也是要先泡水，然後我們切絲，然後把它鋪在那個肉上面，那它肉上面又有香菇的香味。葡萄學生嘅前來主廚用菜體嘅材料做出料理，韓強店家分享安用嘅套安度嘅南北貨。它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它肉質會不一樣，咬起來那個肉質不一樣。再來就是它的蝦米的香氣會不太一樣，對。還有一點就是上色的問題。野菜體老店嘅天意推調價做價案，喺貼吧嘅安度嘅老店當中，一旦錄咖啡店嘅特別商業注意，當地嘅門面從精品店用嘅嘢根本處，同一般合貼起嚟嘅南北雜貨店全部共用。做價案係針對一下家庭嘅煮食方式，推出量唔多、價值高一般嘅包裝，韓國不是配合講錯，9年來認識南北照料嘅。他們如果有需求的話，其實我們都很願意配合。為什麼？也是一方面是希望是說消費者漸漸懂得了解怎麼樣去選擇或者去了解食材。對。那另一方面來講，真正對我們街區的這個形象，我是希望是能夠有所提升。12年貼吧嘅天天嚟轉變，傳統南北貨店上愛轉型來騰嚟到時推。另一方面，文創設計師工作室咖啡館傳統一條店家，咪陸續落來一個本地傳統店家角度嘅落入去，新舊路急嘅文化氣氛，上嘅呢度後生嘅來一隻嘅創業，落入去各個有發力。新的文創進來，當然會有新的氣象，而且現在比較像。假日是很多人來觀光，東西越多，當然就是總是會吸引比較多的人嘛。你光中藥的話，就是因為以前跟現在生活習慣不大一樣，中藥會面臨跟以前南北貨的問題一樣。那文創方面呢，是最近幾年啊，真的政府也有在提倡了，尤其後面啊。迪化街以前都到貴水街這邊，後面比較不發達。現在文創的後面都是文創的，有些年輕人呢嘗試自己的創造來這邊開店。大和堂喺台北一定有歷史文化嘅街區，100年前改到名人師生睇一隻嘅創業，商業嘅發展，未留下改到創業嘅傳奇。100年後睇一條新舊交叉嘅老素材。後生嘅帶來創意來一隻嘅創業，大和堂有為新發力，未有為新風貌。